個87歲嘅老人家喺醫院嘅病床上面，靜靜咁走咗一代喜劇之王，4代同堂嘅家族大家長。佢嘅離開本應係全城哀悼，家人環繞，但係就喺佢離世前後嗰段最敏感嘅日子，有外界傳出一個令好多人摸不着頭腦嘅畫面。佢嘅前妻一個當年轟轟烈烈又轟轟烈烈離開佢嘅女人，竟然據報同佢個新抱影壇上另一個風波不斷嘅名字喺私底下密密咁見面傾偈。你話呢個世界奇唔奇怪？係幾十年前已經同呢個家族恩斷義絕各行各路嘅前妻，一頭係一直被外界形容為命大波折嘅媳婦，兩個本應冇乜交集，甚至立場生界嘅女人，偏偏喺呢個節骨眼上面走埋一齊。外界估算呢個家族背後嗰個牽涉幾億嘅財富，到底同呢場密會有冇關係？呢件事到底係一場巧合，定係命運早就寫好嘅嗰一盤棋？我哋今日就一齊嚟慢慢睇清楚。其實我要同大家講清楚一句，今日我坐喺度唔係要判斷邊個啱邊個錯，我更加唔係要挖邊個人嘅私隱，講邊個人是非。江湖傳聞嘅嘢真真假假，冇人講得死。我只係想借老祖宗留低嘅一啲智慧，易經八字面上呢啲睇咗幾千年人情世故嘅學問，陪大家一齊睇通命運背後嗰條眼睛睇唔到嘅因果線。八卦只係想喺呢啲風風雨雨入面睇通人情冷暖，睇明白一個福字到底要點樣先至托得住。你哋準備好，我哋就開始。想象翻一個畫面，上世紀60年代嘅香港，一個舞台之上燈光一着，一個身形高大、五官深邃、笑容有種天生喜感嘅後生仔一出場，全場即刻氣氛熱烈起嚟。呢個人一樣就係後嚟大家口中嘅四哥謝面，一個粵語片同國語片交替嘅大時代，靠住一張俊朗嘅面同埋一眾與生俱來嘅明星欺場，好快就紅遍咗大半個香港。當年佢係乜嘢級數？可以咁講，佢係當時最早一批左明差著名牌散千少女心目中偶像嘅風雲人物。喺嗰個大部分人揾餐晏都唔容易嘅年代，佢已經係企喺金字塔頂端嗰一小撮人。一字臨亡不露嘅命，喺我哋傳統命理嘅角度嚟睇，本身就藏住一個好深嘅玄機。後面我會慢慢同你哋拆。而就喺佢私要如日中天嗰陣，佢生命入面第一個最重要嘅女人出現咗。呢個女人就係後嚟被外界稱為一代美人嘅狄波拉。嗰個畫面，一個係當紅小生，一個係冧光四射，氣質同五官都極之標緻嘅新一代美人。兩個人一走埋一齊，就好似當年成個娛樂圈最耀眼嘅一對。佢哋嘅極人，當時嚟講可以話係天造地設，郎才女貌，話奸殺旁人。好多人以為咁樣一對璧人一定會恩恩愛愛白頭到老，但係命運偏偏最中意喺你以為最圓滿嘅地方一路賣落呢條力病。婚姻並冇如外界想象咁一帆風順，兩個都係極之有性格有光芒嘅人，一山其實好難容二虎。喺一段幾年嘅婚姻之後，佢哋之間嘅感情出現咗好大嘅變化，最終行到分開嗰一步。當年6棟全城嘅離合，留低嘅唔單止係兩個大人嘅希舊，喺鏡頭下面長大，由細到大都活喺呢兩個名字陰影之下嘅仔，就係後嚟同樣紅到發紫嘅謝霆鋒。你留意到未？一個家族嘅故事由呢一刻開始，咗好多年之後先會爆開嘅伏線，而呢啲伏線一環扣一環牽扯出嚟嘅，就係大家今日最好奇嗰盤數，係識講狄波拉靚，講佢當年幾咁猛光四射。但係如果你淨係睇佢張面嘅靚，你就走漏咗最關鍵嗰一層。我哋老一輩睇面相，睇嘅從來唔係靚唔靚，而係隔一個人嘅面相格局。狄波拉嘅面相，坦白講係一副好有故事、好有層次嘅面，一對眼神采好足，眼眉略帶一種星嘅韻味。呢種眼相，古書叫做帶桃花，即係話呢個人一世人無論佢自己想唔想，身邊都注定唔會缺乏異性緣，缺乏被人追捧嘅目光。桃花有分好壞，
運用得好係人緣，係貴人，係魅力；運用唔好，恰行崇德就變成是非，變成感情上嘅波折。呢一點恰恰就係佢一生際遇嘅一個縮影，懂啊？一定要同大家補一句好重要嘅說話：面相從來都唔係宿命。古人有句話叫相由心生，一個人張面唔係一出世就鎖死咗佢一生嘅結局，而係佢幾十年嚟嘅心念、選擇脾性、待人接物嘅方式，一日一日慢慢喺張面度刻出嚟嘅痕跡。老今日講嘅係一種傳統文化嘅睇法，係借商講理，唔係話一個人張面生成點就一定會點。大家聽個道理，聽個智慧就好，千祈唔好對號入座去批判任何一個人。而如果我哋再由面相行入去更深一層，睇佢個八字，佢命入面嗰股五行之氣，呢個女人身上其實藏住一種好特別嘅能量。傳統上有一個好特別嘅名，正正就係外界成日掛喺口邊，話佢係一個旺夫旺族嘅女人。但係旺呢個字真係咁簡單咁好聽咩？旺背後往往要付出你意想不到嘅代價。到底佢係點樣旺法？呢股力量又同幾十年之後嗰場所謂嘅密會嗰個牽動幾億嘅財富有住一條點樣睇唔到嘅線連住。呢盤棋真正玄妙嘅地方，而家先至啱啱開始。講到八字，我哋一定要由佢出世嗰一年嗰一個時辰講起。當然一個人真正嘅生辰八字，外界好多時都係眾說紛紛，呢啲私隱嘅嘢我哋唔會亂咁斷死，只可以由傳統文化嘅角度入面呈現出嚟嘅一種氣象講嘅道理。喺傳統命理入面有一種女命格局特別硬淨，特別旺盛，佢哋唔係嗰種撈的要靠人保護嘅類型咁樣，反而係自己本身就帶住一股好強嘅氣場同主導力。種命古人有時會用華蓋星去形容。華蓋係乜嘢呢？好簡單咁講，就係一種孤功能，有藝術天分，氣質出眾，但同時又帶少少孤芳自賞，唔容易同人埋堆嘅星。帶華蓋嘅人往往喺人群入面好突出，好有魅力，但係內心深處其實有一份好難俾人行得入去嘅孤獨。一諗翻呢種外面風光內裏孤高嘅特質，係咪好似曾經喺呢個女人身上見過？佢一生站喺光燈下面，人人都話佢靚，話佢有本事，話佢旺，但係真正行入佢內心世界嘅人又有幾多個？呢一種命格先天上就注定咗佢嘅人生唔會平平淡淡，一定係大起大落，有波鬆，有故事嘅一生。咁強旺嘅女命入面仲有一種好特別嘅組合，傳統上叫做雙官重嘅命。雙官係乜嘢？我用翻最白話同大家解，雙官旺嘅人聰明，有才華，有個性，唔認輸，唔肯輕易低頭。佢哋往往有一種我唔服氣嘅骨氣，唔中意跟人哋鋪好嘅路行，中意自己去討，自己去做主嘅嘢上嚟，好有魄力，好有能力。但係喺感情同婚姻入面就往往容易同另一半硬碰硬。你諗下，一個咁有主見、咁有光芒嘅女人，配一個同樣鋒芒不露、同樣係一代巨星嘅男人，兩個都係唔肯低頭嘅性格，呢段感情要平平穩穩走一世，先天上就難。當年嘅離合，由命理嘅角度睇，唔係邊個衰邊個好，唔係邊個衰邊個好，而係兩股都太強嘅氣。呢個就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要調和先至長久。呢個係至陽之氣硬撼，火花係冧爛，但都容易灼傷大家。不過講到呢度，我又要提大家一句，呢啲全部都係傳統命理文化嘅一種講法，唔係科學定論嘅人，更加唔係要話邊個命唔好，邊個係給邊個呢樣嘢，係老祖宗總結人情世故嘅一套符號同智慧。大家聽個道理，明白啊，做人嘅陰陽平衡就好，千祈唔好攞嚟嚇自己，更加唔好攞嚟批評身邊嘅人。好，而家我哋翻嚟講最多人好奇嗰個字旺嘅外格。外界話成日話狄波拉係旺夫旺族，表面上大家族，佢個家族幾代人都喺娛樂圈有一席之地，佢自己去到今時今日依然企得好穩陣。單單睇呢啲好似真係好旺，但係老一輩睇一個旺字，
睇嘅唔係表面嘅風光，而係一種好深嘅道理。就係《易經》入面坤卦講嘅嗰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佢嘢係乜嘢意思呢？我同大家慢慢解。大地嘅特質係乜嘢？係承載，無論你係一座高山、一條大河，定係一堆污糟嘢，大地一律照單全收，默默咁托住。所以古人話，一個真正有福氣，能夠旺起成頭家嘅人，佢最重要嘅本事唔係去搶、去爭、去出風頭，而係一種在得起嘅厚道，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厚德載嘅德行，幾忽嘅胸襟，幾能夠忍，幾能夠鎖，你先至托得起幾大嘅福同幾大嘅家業。呢個道理反過嚟就係，如果一個人德唔配為，福嚟到佢面前，佢都接唔住，甚至會俾呢個福反過嚟壓垮佢。所以真正嘅旺族，從來唔係靠一張靚面，一副好八字就旺得起。個女人如果真係能夠旺起成頭家，佢背後一定係付出咗你睇唔到嘅隱忍、犧牲同承擔。你以為佢享福，其實佢係喺度默默咁載物。呢個世界冇免費嘅旺，所有你見到嘅風光公背後都有一本你睇唔到嘅數。德拉呢一生如果真係擔得起旺族呢兩個字，咁佢背後承受過幾多外人唔知嘅嘢，幾多次喺攬光燈熄咗之後，自己一個人食晒啲苦，行晒啲事，呢個先至係旺字真正沉重嘅一面。講到呢度，我想停一停，問下行幕前面嘅你一個問題：嘅人生入面係咪都有個咁樣嘅人？咪都有阿媽、你老婆、你屋企嗰個一直默默承擔嘅人，佢喺人前好似好風光、好能幹、好旺，佢背後嗰啲辛苦、嗰啲隱忍，其實好少人真正睇得到，多謝得到。如果你心入面即刻諗起咗一個人，不如喺留言度打低佢係邊個人，或者淨係打2個字都得，等呢條片變成一次你對佢嘅一個小小嘅致敬嘅留言，可能就係一份佢等咗好耐嘅明白。好，講完個旺字背後嘅道理，我哋而家就要行翻入去成件事最核心、最多人心思想知嘅嗰 part。謝賢老先生離世前後嗰段咁敏感嘅時間，傳聞會有一場咁令人意想不到嘅密會。一個係幾十年前已經同呢個家族各行各路嘅前妻，係一直俾外界放大鏡照住，命途同樣起起伏伏嘅家族媳婦，兩個立場咁微妙嘅女人，如果真係坐埋一齊，佢哋之間到底可能傾緊啲乜嘢？話算牽涉幾億嘅財富，又點解會同呢兩個女人扯上關係？因為我要好嚴肅咁同大家講清楚，關於密會呢類傳聞，到目前為止，全部都只係外界嘅揣測同報道，並未經過任何一方證實。我哋今日絕對唔會當佢係鐵一般嘅事實嚟講，更加唔會去揣測任何一個當事人真實嘅動機同私隱。我哋要借嘅，這係你呢個局表面呈現出嚟嘅一眾像，去講一個關於家同財嘅古老道理。易經同傳統智慧入面，一頭家嘅興衰聚散，從來都唔係靠邊一個人嘅小算盤，而係關乎成頭家嘅位擺得正唔正。而講到位呢個字，就唔得不易經入面一個專門講頭家點樣先至旺先至穩嘅卦，家人卦。呢個卦入面有一句話叫做爭家而天下定矣，總有一句叫女正位扶來嘅嘢，恰恰就係解開成盤局嘅一條好重要嘅往事。到底有幾家家業嘅大家族喺大家長行到人生盡頭嗰一刻，最驚嘅係乜嘢？最容易散嘅又係邊一環？而呢兩個被傳聞扯埋一齊嘅女人，喺呢個正位嘅道理入面，又各自企喺一個點樣微妙嘅位置？呢一層先至係成件事真正暗湧洶湧，最值得我哋慢慢咀嚼嘅地方。好，我哋先由家人扶來講起。呢日呢個喺古時候，好多人一聽就以為係話禮人就要乖乖留喺屋企，唔好出去。如果你係咁理解，咁就完全睇到咗古人真正嘅智慧。正位呢兩個字重點根本唔係男定女，而係一個正字同一個位字，又話一頭家要旺要穩，要幾代人都興盛。最關鍵嘅唔係邊個賺錢多，邊個名氣大，而
而係每一個人有冇企喺自己應該企嗰個位，做翻自己應該做嗰件事。老豆有老豆嘅位，仔女有仔女嘅位，長輩有長輩嘅位。為一亂家就散，為企得正，天下自然定。有人先話正家而天下定矣，連一頭家都擺唔正個位，你就算坐擁幾億財富，一樣守唔住。你細心咁諗翻，一個橫跨咗好幾代人嘅娛樂圈大家族，佢最大嘅財富其實真係嗰幾億身家咩？我話你知唔係，佢最大嘅財富係嗰個家字本身，係幾代人喺叮光燈下面依然企得住嗰種凝聚力，係一個姓氏衝落嚟嗰種份量。那樣錢係死嘅，但係一頭家嘅氣同位先至係活嘅，先至係真正嘅命脈。所以當一個大家象行到人生盡頭，成頭家最驚嘅，從嚟都唔係冇錢分嘅位，會唔會喺佢走咗之後亂晒禮？會唔會兄弟屈牆？會唔會為咗錢反面？會唔會一個樣伴齊齊整整嘅家就喺呢一刻散開？呢個20年那樣先，只係所有幾億家族喺大家長牙樓嗰一刻，內心最深最深嘅紅路入面嗰場所謂嘅密會。我再強調一次，呢個純粹係外界嘅揣測，並未經任何一方證實。我哋唔去估佢哋真係傾緊乜，我哋淨係借呢個像去睇一個道理。明啊？如果我係話，如果兩個平時立場微妙，甚至外界以為互不相干嘅女人喺呢個節骨埋一齊，咁由正位嘅角度睇，佢哋所代表嘅其實係一頭家喺風雨飄搖嗰一刻，兩股本攞各歸各嘅力量，有冇可能為咗一個更大嘅家字而暫時放低前急，又擺正個位置？你明我意思未？有嘢表面睇落去好似是非，好似恩怨，但係企高一層睇，佢背後嗰個推動力往往係一個更深更原始嘅嘢，就係唔想個家散。當然人心係最複雜嘅嘢，我哋唔會天真到將所有嘢都睇成一片紅。傳統智慧從來冇叫你做傻仔，喺易經入仲有一個卦恰恰就係專門講呢種表面同裏面唔一致嘅局，就係否卦家象，好特別，叫做內陰而外陽。你聽落好圓，其實好簡單，即係外表睇落去陽光普照，風光體面，一切太平，入面其實陰氣暗湧，各懷心事，根基已經開始鬆中動日頭。表面風光嘅大家族，如果去到某一刻變成咗否嘅局，即係外面睇落去仲係四代同堂，和和氣氣，但係內裏其實已經開始為咗個位，為咗個盤數，暗暗咁角力，金玉其外嘅危機，往往比擺明車馬嘅嘈鬧更加危險，因為佢係喺笑面之下，慢慢咁誅空一頭家嘅根。咁點解古人講完否，跟住又會叫你唔好慌？因為已經最叻嘅地方就係佢從來唔會淨係嚇你，佢一定會俾一條出路你行，係有時極一定太嚟，一頭家嘅塞到極點。只要有一個人肯喺關鍵嗰一刻擺正個位，肯放低自己嘅小算盤去托住個大局，盤虎嘅死局就有機會反轉。而呢個肯出嚟托局嘅人，往往就係嗰個平時最唔起眼，甚至一直俾人誤解嘅角色。估唔到邊個會係嗰個關鍵嘅人，因為天意弄人，最後扶得起一頭家嘅。好多時唔係嗰個最有權最有錢嘅，而係嗰個心入面最有德最肯寫嘅。講到寫，我又要停低同大家分享多一層。你有冇諗過點解一個女人會被外界形容為旺夫旺族？我頭先講咗，旺嘅背後係再係承擔，但係仲有更深一層，就係一個寫字對卦，一個叫損卦，一個叫益卦，講嘅就係人世間最反直一個嘅一個天理，損上益下啊。仲有一句損而有夫原吉，乜嘢意思呢？啊，表面上損係損失，係蝕底，係俾少咗自己，但係已經話你知，真正嘅大吉大利，往往就係由呢個肯損自己去益人嘅動作開始。咁啊，肯寫肯將自己嗰分讓出嚟，俾個大局，俾下一代。呢個唔係蠢，呢個係喺度積緊一份你自己都計唔到嘅福。寫得先有寫，後有得。一個真正能夠旺族嘅人，佢一生一定係寫得比人多，爭得比人少。所以你翻轉頭再睇旺夫啊，旺族嗰呢4個字
就會發現佢一啲都唔浪漫，一啲都唔輕鬆。其實係一連串嘅選自己嘅時間，選自己嘅風光，選自己嘅委屈，去成全成頭家。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天生好命嘅女人？所謂好命，好多時都係一個女人用幾十年嘅隱忍，同係生一針一線咁捱出嚟嘅。你以為佢享福，其實佢一直喺度還債，喺度積德，喺度默默咁托起成頭家嘅氣運。咁而家問題就嚟啦，關於位，關於寫嘅大道理入面，故事入面另一個成日俾人提起，但係我哋一直都好小心去講嘅名，就係外界成日追問嘅，關於點解至今唔認嗰段情。呢一段牽涉到嘅係另一個女人，另一段感情，另一重更加敏感嘅恩怨。好多人一講起就即刻想去分邊個啱邊個錯，去挖邊個人嘅底。但係我今日想同你用一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個唔係八卦，而係關乎因果同隨緣嘅角度。因為喺呢一段常年俾外界拎出嚟講嘅往事背後，一藏住易經入面另一個好深，好多人成世都學唔識嗰一課。呢一課唔關邊個嘅是非，只關乎一個人到底識唔識喺一段已經過號、已經冇結果嘅緣分面前，一樣好好咁放低，好好咁轉身。點解咁多年嘅嘢，去到今時今日，某一方依然選字口唔承認、唔回應呢個沉默背後，到底係恩係怨係無奈，定係一種外人睇唔明嘅智慧？呢一層先至係成個故事最深、最圓、最需要我哋屏住呼吸，慢慢睇落去嗰一步。我哋要講呢一樣就更加要打醒12分精神，用最大嘅謹慎同尊重，又牽涉到唔單止係一段感情，仲有一啲一直未經證實嘅傳聞，一啲純屬外界揣測嘅私人恩怨。所以我喺度先講明，以下我講嘅每一句都唔係要斷定任何一個當事人嘅對錯，更加唔係要去誇更任何一段坊間流傳嘅關係。呢啲說法尚未經任何一方證實，我哋淨係借呢個象去講一個關於緣分點樣好嚟好去嘅古老道理。個道理係講俾我哋每一個人聽嘅，唔係針對邊一個好。咁點解一段已經隔咗咁多年，外界成日追問嘅往事，去到今時今日，一方依然選擇沉默，選擇唔開口，唔回應。我哋老一輩人眼中，一個人喺一段已經過去嘅緣分面前選擇沉默，其實有好多好多種，可能以呢種種可能背後就係易經入面一個好靜好淡但係又極之高明嘅卦，隨卦嘅隨就係跟隨、隨順、隨緣嘅意思。你唔好以為隨緣係一種消極，係認輸，係冇所謂。恰恰相反，喺易經入面，隨係一種極高嘅修為。真正嘅隨緣係話一個人終於明白世間好多嘢，緣起嘅時候你留唔住，緣盡嘅時候你亦都拉唔翻，有精神。已經過好嘅嘢度死用爛打，喺一段冇結果嘅關係度反覆繳蟲，倒不如學識喺適當嗰一刻靜靜咁放低，靜靜咁轉身。呢種沉默好多時唔係怨，亦都唔係恨，而係一種睇通咗之後嘅唔想再擾動，唔想擾動對方，亦都唔想擾動自己嗰份貧已經平復落嚟嘅心。細心咁去諗一個人，如果對一段往事仲有滿腔嘅怨，滿肚嘅火，佢反而會另一周圍去講去爭，去討一個公道。真正嘅沉默往往係嗰啲已經放低咗嘅人先做得到，因為佢哋明白有啲嘢你越去講，越去認，越去溝從，就越係將一潭已經平靜流咗落嚟嘅水再一次搞進，與其咁樣，不如就俾佢隨風而去。都有時候一個人選擇唔開口，唔係佢冇嘢講，而係佢已經去到一個唔需要再講嘅境界。呢個就係隨卦最深嘅那一層，隨緣自適，事過境遷，各自安好。當然我要再三強調，我哋唔會亦都冇資格去斷定任何一個當時人心入面真正諗緊乜。人心係最深嘅海，外人永遠估唔到底。隨卦講嘅係一個道理，一個你我他都用得着嘅道理。喺你自己嘅人生入面，係咪都有一段咁樣嘅往事，一個咁樣嘅人，你一直放唔低，一直想去討翻個說法，一直等緊一句對方永遠都唔會講嘅道歉。如果係嘅話，
隨卦想同你講嘅道歉，有時候放過嗰個人，其實就係放過你自己。合福緣分呢樣嘢，好嚟好去已經係最大嘅福氣，個結果往往傷嘅係自己。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實用，你今晚返到屋企就用得着嘅諗法。好多人成日話自己放唔低，其實唔係佢真係咁中意嗰段嘢，而係佢心入面有一團氣順唔到。呢團氣喺風水同傳統智慧入面係會實在就係影響你嘅氣場、你嘅運程，甚至你嘅健康。個長年累月困喺舊怨舊恨入面，佢個人嘅氣就會滯、會忽、會結，面相上會慢慢生出一種暗沉、一種眉頭鎖埋嘅怨氣相啊。而呢種相反過嚟又會影響佢之後嘅人緣同際遇。呢個就係相由心生最現實嘅一面。你心入面放唔低嘅嘢，最後會一串一串咁刻翻上你張面度嚟認運應。而喺隨緣唔係認命，而係一種主動咁保養自己福報嘅智慧。你肯放低一分怨，你張面就鬆一分，你嘅運就順一分咁。講咗咁多沉重放低嘅道理，我哋而家就要行翻轉去，將呢幾條線皇族嘅厚德載物，正位嘅正壓定天下，一齊收埋去睇背後嘅隨庸知識，一齊收埋去睇成盤棋最玄妙嗰一步。我頭先講嘅一切，其實都係為咗帶你去到呢一個問題面前，一個曾經站喺娛樂圈金字塔頂端少年得志穩志亡不老一世嘅男人，佢一生嘅高與低聚與散，到底喺易經入面對應住邊一個卦？答案就係剛卦。剛為天，代表嘅係至剛、至陽、至強嘅力量，代表嘅係一個頂天立地、開創一切、站喺最高處嘅大丈夫。呢個卦恰恰就係嗰種天生自帶光芒、少年成名，一出場就技驚四座嘅命。你話係咪好似我哋今日故事入面嗰位老先生年輕嘅時候？但係康卦最厲害，亦都最令人警醒嘅智慧，唔係喺佢最強嗰一爻，而係喺佢行到最頂、最盡嗰一爻，就係嗰句流傳咗幾千年，我相信你都聽過嘅亢龍有悔。亢龍有悔四個字係乜嘢意思呢？我同大家慢慢拆空卦，一路上去由潛龍勿用、見龍在田，一路飛升，去到第五爻飛龍在天，就係一條龍飛到半空，光芒萬丈，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嘅攻鋒狀態。呢個係人生最風光、最威水嗰一刻。但係跟住上去個第六爻就係亢龍有悔，亢就係太高太過，去到盡頭條龍如果飛到太高太過，唔識翻轉頭，佢就會後悔，因為由呢一刻開始佢冇得再上，只有得跌落嚟。呢個就係天地嘅一條最鐵最無情但係最公道嘅定律，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登到最高峰嗰一刻就係開始行落坡嗰一刻。呢個道理殘唔殘忍？好，個殘忍係公唔公道？極之公道，因為佢對每一個人都一樣，學一代巨星、一代正雄，定係一個富可敵國嘅大家長，冇一個人可以永遠停留喺飛龍在天嗰一刻。太陽升到最高，跟住就係西斜，月光圓到最滿，跟住就係轉高，一頭家一個人旺到極點。如果唔識喺高處收省，唔識喺盛時拱退，跟住嚟嘅就係嗰個悔字。呢個唔係周奏，呢個係天道。真正嘅高手係喺自己仲係飛龍在天，仲係風光無限嗰一刻，就已經睇到亢龍有悔嗰一步，識得喺最高處主動咁退一步，讓一分積翻一啲得，咁佢先至有機會將個悔字化到最輕。而呢個亢龍有悔嘅道理，唔單止係講俾嗰位老先生一個俾人聽，佢係講俾成頭家，講俾每一個坐擁光環同財富嘅人聽。下一頭家幾代人都咁旺、咁風光、咁受人注目，呢種旺去到極點嗰陣，本身就已經藏住礦嘅危機。老天爺喺你最風光嗰一刻，其實已經喺度默默咁計緊數。你有冇得去配呢個位？你有冇喺高處識得驚退同積德？如果有，你就穩得住；如果冇，亢龍有悔四個字遲早會應驗。咁我頭先講嘅厚德載物、選己益人、正家定位，其實全部都係為咗一件事，就係喺一頭家最旺最亢嗰一刻，有人肯出嚟做嗰個收嘅角色，去化解嗰個悔，
論期最關鍵、最扣人心。嗰一問就嚟啦，喺呢一頭飛到接近亢龍有悔嘅大家族入面，喺大家長行到人生撞頭成頭家嘅戲，塞到最緊，最容易由太轉火嗰一刻，到底邊一個女人企喺邊一個位做咗邊一個捨同收嘅動作，先至係真正扣住咗成頭家幾億財富，扣住咗成個家族氣運嗰條命。呢係口中所謂嘅鎖死財富、旺夫旺族風水局。如果由呢幾個卦一齊去睇，佢真正嘅玄機，真正嗰把睇唔到嘅旺時到底藏喺邊度，先至係我哋成條片最後亦都係最深嗰一層天機。講到所謂嘅鎖死財富、旺夫旺族風水局呢啲字眼一樣，我又要再一次同大家講清楚，呢啲全部都係外界嘅講法、坊間嘅揣測，並唔係經過任何一方證實嘅事實。我哋更加唔會將佢當成一個對邊個人嘅判斷咁樣。我今日淨係想借呢個局表面呈現嘅象，同大家講一個真正嘅風水道理。真正嘅風水從來都唔係擺兩件銅器，放兩盆水就可以鎖住幾億家財嘅。呢個世界如果咁易，個個都發達啦。真正嘅風水局最頂層嗰一層，從來都唔喺屋企個廳，唔喺個財位，而係喺人身上，喺人心，喺人德，喺人企嘅位。老一輩有句話講得好白，福地福人居必係一塊真正嘅福地，係要一個有福有德嘅人先至住得住、鎮得住。同一道理，一頭家嘅財富真正鎖得死，佢嘅從來都唔係一條鎖匙、一份文件，而係成頭家嘅人肯唔肯喺最關鍵嗰刻，各自企翻自己嘅位，做翻自己應該做嗰件事。外界口中嗰個所謂風水局，如果真係有咁一個局存在，佢真正嘅玄機唔係邊個女人有幾旺嘅面相、幾好嘅八字，而係喺一頭家最容易散、最容易亂嗰一刻，有冇一個人肯放低自己嘅前嫌同私心，去做嗰個厚德載物，去托住成頭家嘅人？好，呢個先至係鎖住一頭家氣運同財富真正嗰把睇唔到嘅往事。因為我哋將頭先講嘅幾個卦一齊擺埋一齊睇，你就會發現佢哋其實一路都喺度講緊同一件事。坤卦話你厚的載物，你有幾大嘅德地；當不損卦益卦話你損上益下，你今日肯使肯讓，先積得翻日後嘅福。家人卦話你正家而天下定啱啊，成頭家各歸各位，個家先至定得住。個九話你亢龍有悔，喺最高最旺嗰一刻要識收，要識退。隨卦就話你隨緣自適，過好嘅恩怨識得放低個人先至走得輕鬆。你發現未？呢五個卦其實由頭到尾都喺度圍住同一個字打轉，就係一個德字同一個捨字，係成日爭論嘅嗰啲問題。邊個同物，邊個物位，邊個至今唔認，邊個鎖住咗邊個嘅財富。如果你企喺易經呢個高度翻轉去睇，其實全部都係表面嘅浪花人一樣，真正嘅海底永遠都係同一個道理。一頭家能唔能夠幾代人都旺落去，靠嘅從來唔係算計，唔係鎖，唔係爭，而係喺關鍵嗰一刻有冇人肯做嗰個吃雞嘅退讓嘅承擔嘅角色，都係鎖唔住財嘅。越爭反而越散，真正鎖得住一頭家嘅係捨，呢個就係捨得兩個字最深嘅智慧。你要先肯捨，先至會有得。你越係死抓唔放，反而越係抓唔住。而講到呢度，我哋成個故事其實已經行到最後，就係講咗咁多名人嘅高低起跌聚散離合，佢同熒幕前面嘅你到底有咩關係？都同你講，關係大咗，屋企其實都係一個小江山。你可能冇幾億身家，但係你都有你自己嘅一頭家，你自己嘅財，你自己嘅親人。而管住一頭大家族嗰套天理，同管住你屋企嗰套天理係一模一樣嘅。你諗下，你屋企有冇試過為咗錢，為咗一啲舊怨，兄弟姊妹之間反面，父母子女之間有心，都試過喺一個知親離開嘅時候，本來應該齊心嘅一家人，反而因為一啲利益、一啲舊賬鬧到散晒。如果有咁易經呢五個卦，其實就係道生講俾你聽嘅解藥。分卦教我睇咗嗰個肯在、肯忍、
肯包容個人。選話教你喺婚夜嗰陣啊，似孫咁，冇樣樣都要爭到盡咁。家人啩教你喺屋企翻自己個位，家樣做仔女嘅盡孝，做父母嘅慈愛，做兄弟嘅和睦。亢龍有悔教你，就算你喺屋企揾錢最多、最有本事嗰個，都要識得收、識得退，唔好恃住自己叻就樣話晒事。教你屋企裏面嗰啲舊怨舊恨，識得喺適當嗰時放低，唔好一世人揸住唔放。呢個先至係我做呢條片真正想同你講嘅嘢啊！我唔係想你睇完之後識得多幾單八卦，識得笑嚇人哋屋企嘅是非。我係想你睇完之後翻到自己屋企望一望身邊嘅親人，然後心軟翻少少，放低翻少少屋企嗰個風水局，你屋企嗰個財富真正摸住風水師手上，就喺你自己風水師手上，就喺你自己一念之間。你嘅一個包容，一個退讓，一個圓融，屋企和先至萬事興，互相讓，個福就自然聚翻埋一齊。唔使你去鎖，佢都走唔甩，唔使睇佢走唔甩。我成日都講一句，一個人嘅福氣唔係睇佢屋企有幾窩，一住豪宅，坐擁千萬。如果一個人日日鬧交面阻阻，嗰間屋一樣係一潭死水，一樣聚唔到氣。反過嚟，一間細屋，一家人齊齊整整，有講有笑，肯互相為對方着想，嗰間屋雖然細，但係佢個氣係活嘅，係暖嘅，係旺嘅。呢個先至係最靈最正，亦都最平嘅風水局。佢唔使你花1蚊，但係佢係全世界最難得嘅一個局。佢唔係靠錢，係靠成家人嘅心。所以你回望翻自己嘅人生啊，你係咪都有個咁樣嘅一刻，為咗一啲？而家諗翻起，其實好少嘅事，又唔那樣。你同之前嘅人敖氣、冷戰，甚至話你係咪都有一個心結，一直想解，但係又拉唔落面去行第一步。如果有我今日想借呢條片一樣，輕輕咁喺你背脊推一推，唔好等人生最殘忍嘅事，唔係得唔到，而係來不及。呢個說話好多和解。你以為將來一定有機會講，但係亢龍有悔。提醒我哋冇一樣嘢係永遠停喺高處等，你趁住人仲喺度，氣仲喺度去捨、去讓、去和解，先至係你知一生真正所得住嘅福。好，講到呢度，我心裏面其實有好多感觸，名人嘅一生，由飛龍在天嘅風光，到人走茶涼嘅租涼，你會發現去到最後錢財名氣掌聲一樣都帶唔走，真正帶得走、真正留得低嘅，就係一個人一生積落嘅德，同佢同至親之間嗰份情，呢個先至係人生。最後嗰本大著今日借3-2個名人嘅故事講嘅，其實從來都唔係佢哋講嘅，係你係我係我哋每一個平凡人，點樣可以喺自己呢一生行得穩陣啲，行得溫暖啲，行得問心無愧啲。如果你聽到呢度，心裏面有一句感受，我想邀請你喺留言區度打低4個字。厚德載物，點解要打呢4個字？因為佢係我今日成條片嘅魂，以後嘅德，你就托得起幾大嘅福。你唔使諗到好深奧，你淨係要喺心裏面覺得係喎。做人真係要積翻啲德，要肯在、肯容、肯捨。你覺得有道理，你就打呢4個字出嚟。當你親手打呢4個字嗰一刻，其實就係你自己心裏面種落嘅一粒好細好細，但係好珍貴嘅善種。家樣，我好想睇下今日有幾多位有心人肯同我一齊喺留言區度種落呢粒種子。打完之後，不妨再望一望你身邊、你屋企嗰個一直默默為頭家付出，你可能好耐都冇好好多謝過佢嘅人。今晚唔妨行埋去同佢講一句多謝。家樣，或者淨係倒杯水俾佢，陪佢坐一陣。你嘅呢一個小小嘅動作，就係你屋企嗰個風水局最實在嘅一次催旺，就嗰個陪你用易經、用老祖宗智慧一齊喺人生百態看盡人情冷暖嘅老朋友。如果你中意呢一種唔八卦、唔判斷，只係借古人智慧陪你睇通命運、睇暖人心嘅角度，咁就記得撳一撳訂閱，等我哋下一條片再一齊坐低慢慢傾、慢慢睇。願你得口福自來，願你一家和樂，萬事興隆。我哋下次見。